今仔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各地是多云乌阴，有的所在会落雨。不过，为下晡开始，水汽会减少，下昏的天气相对是较稳定。那明仔载就是圣诞节啊，各地气温会回升，嘛是这礼拜天气上好的一天。不过，为拜四开始，又搁有新的一波冷空气的路南，按说会影响到礼拜。虽然已经年尾啊，不过也受风台。第26号轻度风台帕布昨正式形成，不过是向越南迄边行过，对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。气象署讲，在未来48点钟过内，这粒风台会减弱成这热带性低气压。不过受到伊外围水汽的影响，台湾也是会落雨。它的一些外围的中层水汽，还是有机会顺着中高层的气流输送到台湾附近。所以造成就是昨天还有今天上半天，台湾附近的水汽会比较偏多。不过下半天以后，这个水汽就会逐渐减少。明仔载圣诞节是这礼拜温度回升上明显的一天，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，感受是温暖舒适。不过正紧自拜四开始，又有一波新的冷空气落来，会一直影响到礼拜日。北部甲东部变阴天，会落地渐雨；中南部是好天到多云，规个台湾的天气拢会降。下一波的冷气团预估在星期六晚上、星期天清晨会达到最强。预估在北部、东北部最低温大概会在11到13度之间。因那明年元旦的天气，气象署讲，到时会有另外一波新的东北季风落来，北部依然是湿个冷，所以大家这2礼拜出门时阵，爱穿较少嘞，较袂去寒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